好认同嘅時間就到嚟，大家聽能呱呱先生強下來聽通一下哦。好，基本嘅口腔我教嘅動作係融入彈力嘅縮個來做身體上半部嘅訓練。撒下來，好來，將雙腳打開來，讓你嘅肩條強寬。好，是開始將你嘅肩條按樣樣上下挺通，先半肩關節發通起來。出嚟，好，肩條向後背離牽，肩關節並向上發通。好，那外側方向向挑前離牽。當好，再高一擺肩條向後背離牽，肩條並向上。好，那外側方向你離牽。好，下一隻動作你嘅雙手捏肩條，手掌大人肩條向後背離牽。好，向上嘅向挑前離牽。好，再高一擺手掌大人肩條向後背離牽。好，再高向底部度離牽。雙手向毛背打開來，再高向毛背離彈下太嘅人持續做。那外側方向向底部度發太人。當好，再高一擺雙手向毛背發太人，感受到你嘅肩條韓國強勁通前發通。好，向底部度發太人。出嚟當好，下一隻動作你將雙手打開來平平，手把掌向蛋糕，好，手掌固定，手向底部度離牽，好，發通到你嘅手掌關節，好，向毛背離牽。當好，發通手掌，再高一擺向底部度離牽，向底部度離牽。關節並向上，好，肩條並向上，按容易fin fin啊，半關節並向上，撒下來強壯，雙手卡起來，手把掌向蛋糕，將你掌片嘅手向下背轉過去，好，再高打開來，往南外一片嘅手，好，向毛背打開來，再高一擺往手，當好往南外一隻手轉過來。好，向毛背打開來，雙手並下來，好，強壯你嘅手把掌向挑前，好，挑起轉到後背，再高一擺挑起向挑前，好，挑起向後背。大家做手嘅動作嘅細節，身體咪企起來，我背鼓鼓哦，韓國你嘅肩條咪按容易，我自然並下來，好，再高一擺手向挑前，挑起向後背。好，最每一擺手向挑前，再高慢慢地轉到後背，好，強壯肩條上下挺通。當好，好撒下來，你要少改改，是係兩種入彈力嘅縮個，佢嘅強度冇強壯，大家哋握下嘅細節，做得看自家身體嘅能力去顯測。冇強壯嘅強度，撒下來將你嘅彈力嘅縮個按樣應，好來按樣應。一隻腳嘅位數，踏到你兩條彈力嘅縮個，那片嘅腳線都做得，一隻腳跳前，一隻後背，旁邊嘅方向幫大家看清楚。一隻腳跳前，一隻腳後背，要記得你跳前嘅腳，踏到你嘅彈力縮個蛋糕起好。第二位將你嘅手把掌，並到縮個下背，好，第二位做好你嘅縮個了後。記得腳把掌要踏好體內蛋糕，身體咪向挑前，雙腳嘅腳把掌踏好，出嚟好，撒下來，手拿好縮個，記得頭起手卡起來嘅時間，手掌咪打開來，好，換咗方向，大家看我嘅手掌咪打開來，我按容易手轉來，肩條咪係並向上，好，兩下你頭一隻太起。氣並體嘅時節，我將手掌卡起來，好，手嘅固定咯，頭起手慢慢地並下來，好，再高一擺手卡起來，好，慢慢地並轉來，再高一擺手卡起來，頭起並轉來，好，我記得並轉來嘅時節，手韓國太手臂，很係愛出力咯，並轉來嘅時節記得手冇按樣跌下來。每地下去，強壯停留地，手很係會出力嘅位數，頭起強壯卡起來，頭起強壯手每地下去，手嘅肌肉持續來出力，再高一擺頭起卡起來，
好头气平下来，再个慢慢的站起来。头气平转来，等好，身体转来动昂，撒下来，你要准备弯脚，强壮哦，脚把中踏到弹力索个蛋糕，强壮记得身体莫向头前，脚要踏稳，力量平均分配到两只脚，好强壮，手把中，并到索个界，下背，拿好了后，先来看，你手掌嘅位所。唔係咁容易，手掌要合起來，強壯向蹼，莫背鼓鼓，鬼身存起來，韓國記得手掌莫得下去，後停留地入出力嘅位所，好條氣數卡起來，再個手慢慢地變下來，要記得手要出力咯，再個日擺手卡起來，訓練手嘅肌肉。好，頭氣手慢慢的變轉來，再個日擺卡起來，頭氣慢慢的變下來，頭氣手卡起來。當好，你做最尾3擺時候，手慢慢的卡起來，頭氣再個慢慢的變下來，再個日擺頭氣卡起來，再個出力變下來，最尾日擺卡起來。再個慢慢的變下來，後腳向頭前踏一步，做體了的動作，手持到入到嘅雙嘅人，做第二樣人，fin fin啊，本機變輕鬆，休息一下，好撒下來呢，但手嘅部分做體了後，你兩隻腳按樣人，腳把中慢慢的踏到彈力索個蛋糕，當好。雙腳打開來，而讓你嘅肩頭偏寬，莫超過肩頭，莫時條合起來，好強壯，將你嘅手把中向頭前嘅位所，好準備等下手打開來嘅時節，手掌莫按用印，做得麼？兩片手掌向地背度豎起來，好雙手做好索個，慢慢的卡起來，好頭氣慢慢的變輕鬆，再個卡起來。好頭氣慢慢的變轉來，強壯手摸得下去，再個日擺頭氣卡起來，好頭氣變下來，再個卡起來，當好非常好，你做最尾4擺時候，手卡起來，頭氣再個變下來，再個日擺卡起來，慢慢的變下來，再個卡起來，假如我最尾日擺咧，卡起來。停留一下誒，好，再個慢慢的變下來，手變輕鬆，好，做體了後，你一片嘅手fin fin啊，好，運能外隻手fin fin啊，好，撒下來雙腳離開彈力索個，好，將索個很容易集起來，將你嘅雙手平均嘅作練索個嘅兩片，第二位你強壯。雙手差唔多落你嘅肩頭偏過，冇是係下帶到誒。唔過未冇停下去，冇得下去，記得落向蹼偏過，冇是係帶一點點時候，好強壯未冇超過你嘅肩頭，好你身體向到頭前嘅方向，頭氣嘅時節將雙手來開來，再個慢慢的變轉來，再個日擺頭氣來開來。記得莫按用力變轉來哦，愛慢慢的數轉來，再個日擺頭氣來開來，再個變轉來，再個日擺頭氣來開來，訓練背腦，好頭氣變轉來，再個日擺頭氣來開來，好手慢慢的變轉來，好準備來開來，再個慢慢的變轉來，最尾3擺來開來。好，再個慢慢的變轉來，再個日擺頭氣數來開，好，慢慢的數轉來，最尾日擺打開來，再個頭氣慢慢的數轉來，肩頭上下挺痛，出嚟當好，第2隻動作要記得，好身體你轉向旁邊，你要準備箍下去。雙腳打開來，留肩頭強壯，留肩頭強寬，頭氣嘅時節要注意，食物按容易坐下去，鬼身嘅力量變大，
15蛋糕并到了位个鸡肉蛋糕，调起起转来，再个日摆调起炒下去。好调起起转来当好，好伫了位安尼强溶会溶到摊里个熟个，好强强个并到甜奶蛋糕，好将安尼个松脚起到熟个蛋糕，好安尼个松酥强溶，那人安尼个熟个。切条弯弯，食物慢慢的炒下去，手掌向后背蛋糕卡起来，调起大转来，再个日摆卡起来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再个日摆调起卡起来，莫背咕咕，再个变下来，最尾日摆手卡起来，再个调起变下来，好松脚离开熟个。贵心并轻松转到挑天来，好撒下来将因哋个熟个并到甜奶蛋糕，见头上下天通，辛苦咧，松树还容易肥肥呐。出嚟见头向后背嚟看，另外只方向向啲背肚嚟看，好调太起手卡起来，再个慢慢的变下来，再个日摆手卡起来，好调起并轻松，最尾日摆咧调太起。手慢慢的变下来，好调起一下，了就好。